合音。高胸腔复合词类连读的声调，有本调甲变调三类8种变化的基本类型。另外，阁有一寡基本类型以外的变化类型，因主要是对合音甲外来语来形成的。第一，合音。合音是一种讲话的惯势，甲两个以上的音节连做伙，接近一个音节。比如讲，起来、起来，伊互我拍，伊互拍，伊甲咱拍，伊共拍，就安尼去，怎去？爸爸，爸，偌面水咧，偌认水咧，来去，来，去去，去，出来，出来，出去，喙。第三，轻声甲头前关音的合音。转来，转来，落来，落，落去，落。第四，三连音的合音。金金金，长长长，高高高，大大大，白白白，直直直，金唔金，长唔长，高唔高，大大，白白，直直。第五，感叹词。哈，有这款代志？哪会安尼？哦，有影也无。哦，我煞袂记诶。第六，句尾语助词。毋通安尼下，真趣味好。